屬虎嘅朋友喺姻緣方面咧，舊年就因為沖太歲嘅關係，所以就多變化啦。咁今年咧就穩定得多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舊年係開展到一段新嘅感情啊，又或者結婚生仔，梗係好啦。咁如果係分咗手，甚至乎離咗婚嘅話，今年要有新嘅着落嘅話咧，咁就可能比較困難啲啦。如果想今年有新嘅發展咧，可以把握西歷7月啦，同埋出年1月呢兩個桃花月份，希望喺裏邊咧見多啲人，有新嘅機遇，咁就有新嘅發展啦。屬虎嘅朋友喺事業上高咧，舊年一直糾纏不休嘅問題啦，又或者因為沖太歲而出現嘅變化咧，慢慢就減退啦，算係咧能夠平穩地回一口氣咁樣啦。今年最大嘅問題咧，都仲係破財嘅問題。做生意嘅朋友要留意啦，如果同朋友一齊合夥做生意嘅咧，因為今年有一粒叫做劫煞星啊，容易因為朋友而失財啊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同朋友一齊合夥做生意嘅話咧，可能會唔係咁順利嘅，所以屬虎嘅朋友呢一方面記住要留意啦。屬虎嘅朋友今年龍精虎猛，祝你雞年行好運。